咱看今年双十节宴会呢，是伫咧南投要来放昨暗呢，已经先伫咧南投县会展中心的边仔来试放3分钟，有千外拍的烟火呢，安尼蹦蹦起来，声袂少民众来观赏。那县长柯淑华是指出讲，在现场呢会来加强地面的照明设备，避免民众滑倒。那交通的部分也会加强管制加宣导。 壮观的烟火，和现场是欢呼声不断。今年国庆烟火伫南投，10月暗时8点，先伫南投县会展中心边试放，吸引未少乡亲来到南投市观赏。大家拢讲烟火真水，不过嘛建议县府爱做好交通的配套措施。我感觉烟火真水啊！我会足期待10月10号的时阵，交通管制我感觉桥都较方便。你若是讲开车，你爱驶足大阵的。有小可较趁吼，嘛期待咱县政府伫咱警察局遮吼，有经过今日试放，会当再进一步的调整甲改善。 伫烟火试放线，县政府甲相关单位随开会检讨。县府表示，针对有民众伫马路口爆花看烟火跋倒，县府打算要增加地面的照明，甲加设医疗站。另外，咧往来园区甲一间大学这2个山顶的观赏点，看烟火效果袂歹，嘛鼓励在地人去山顶欣赏。甲市区的观赏点留予外来游客，也会请南投市公所协调甲宣导管制交通路线。 有很多的安全的问题，同时呢，也希望让南投的乡亲呢习惯我们的动线应该怎么样来做管制。那另外，以前我们县政府的把我们疏散，还有包括接驳的地点这些细节，会把它做成懒人包，让我们各局处的平台网站上面都可以大量的使用。 10月70国庆烟火拍算伫暗时8点放40分钟，放超过3万粒。南投县府也规划伫南投草屯和民间设接送站。 国道3号南投交流道嘛会封闭，县府表示对动工中昼12点开始，就会伫附近实施管制。下晡开始，会场上边就会有市集、游乐设施甲表演，欢迎民众提早来佚佗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